即卖咧读册学生囡仔压力是真大。目前全台湾已经有真侪学校有准学生请心理假，压力若是较重的时阵，就会当请假小休产一个。台大学生会昨暉开学典礼的时阵，嘛宣布为即学期开始会设心理假，即学期上侪会当请3天。 礼堂内底，老师甲学生大声唱校歌、耍游戏。台大227举行开学典礼，台大学生会广告奖新的权益。学生若是心理无啥爽快、无啥拄好，也是精神状况无好的时阵，会用申请心理健康假。每学期上最有3天。新生听到消息，大部分表达肯定，认为伫准备考试也是人精神压力上大的时阵，拢会使来使用。而且心理假无需要减负任何证明，所以讲学生短期心情无好，免看心理医师去摕到证明，即要上这请假系统就会使来请假。 承认每个人都是脆弱的这一件事情，而且每一个人他都应该要就是被重视到自己，无论是生理、心理上面的需求。官方的这个角度，然后就是肯认的心理假，它是有正面的意义，而不是在于说就是同学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有整用翘课的方式。这种包含中山、成功、台师大、甲实践、逢甲这大学，拢已经推出心理假，目的是希望会用帮助同学缓解压力，并且重视甲照顾自我的心理状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